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舊約以西結書第27章第1節至36節，主題係推羅的榮耀終結。作者喺以西結書第27章記載，上主吩咐以西結為推羅作哀歌。推羅就好似一艘完美嘅商船，船板用上等木料，帆布有刺繡，甲板華麗，榮耀遠播。推羅同其他國家通商，從他施得到銀、鐵、石、鉛，從雅元得到奴僕同埋銅器，亞蘭供應寶石同埋細麻。推羅喺海上十分繁榮，財貨充滿港口，水手同埋舵手嚟自世界各地，勇士守護城牆，商旅往來，市集興旺，列國因為佢嘅富庶而讚嘆，推羅喺眾海之中成為榮耀。但係東風吹斷推羅嘅船隻，使佢沉落深海，貨物同水手都一齊沉沒。岸上嘅商人驚惶哀號，昔日嘅華麗化為虛空，列國因為佢嘅傾覆而震動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以西結書第27章記載，推羅嘅華麗好似一艘巨船沉沒咁。如果生命中嘅巨船有一日沉沒，你係唔係仍然有穩固嘅信仰根基可以依靠呢？